这礼拜可能会落雨，台东县府唔敢大意，已经咧收报花通水咯。喺南回地区嘛开始防灾演练，应变灾害。又有风台北来，气象局预测这礼拜六东部会落大雨，为了要防范溪水涨起来，冲破爆发造成淹水。台东县政府自9月底启动南回地区溪流疏浚工程，费用要3亿外，严格怎么还阁直咧发包？县府先动用开口契约，做溪水引流加爆发加强。像金轮溪跟太马里溪的嘉兰村跟太马里溪的铁路桥上游的部分，我们已经动用了开口契约去做相关的加固跟导流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因为7月到9月，台东县南回地区连续拄到落大雨加风台水灾，土石流冲喺路的，甚至冲喺命体内面，造成部分社区部落受危害。大埔乡立乡村灾害应变小组伫拜六风台来进前，先进行一场无卡本的防灾演练，用无人机监控发现灾害，并且空投物资，抑有指挥调度灾害抢救加人员疏散案底。希望伫咧政府救灾助力也未来进前，社区家己先救灾。因为我们是住在台九沿线，那我们还有浪袭的部分，那也有海啸嘛，那也有土石流的部分，这个未来都是我们会来再强化自己。这样的一个物资的预备呢，3到6天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预备，因为我们在部落也有一些的店铺。台东县南回地区自16年前莫拉克风台了后，民众常常受到土石流的危害。县府讲，今年会伫咧县府的预算内面，搁再增加6000万，伫太马里溪也个金轮溪流进行河床疏浚，也提醒南回各乡公所爱加强防灾应变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